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个妈妈的味道，无论是小时候放学回家的点心米苔目，还是过年时在隆隆炮声中吃到的肉板，或是感冒时妈妈为我们泡的一杯酸甘茶，还是为了读书或是工作熬夜时妈妈亲手煮的那碗香喷喷的客家大汤圆，都是我们无论到哪个年纪都能够回想起来最熟悉的味道。今天我要到客家庄去寻找这些妈妈的味道。我看到前面有个女生在拜拜，不知道在拜什么。没关系，等她拜完的时候我再去问她看看，先不要打扰她。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请问你现在在拜什么？我在拜我们家的井神。井神？对，我们家搬来的时候有凿了一个井，所以初一十五跟逢年过节都要去祭拜它。哦，来拜这个井吗？对，算是答谢过去这个井来供水，对，然后让这里的生活安定，这样。对，我现在要去拜石敢当了，你要不要一起过去看？好啊，好，那我们走吧。她是于晴，一位从台北搬回家居住的女孩。她说，她想回乡下耕种，传承上一代留下的好味道。这就是石敢当。对，跟井神一样，是初一十五都要去拜拜。哇，对。其实我以前常看到拜石公石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拜这个石敢当。其实因为我们家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路冲，路冲通常都是 Y 字路口的地方，那车子一开过来就会到我们家的门口，所以我们放这个石敢当就是要挡煞，阻挡一些厄运或是一些什么东西。哦，那像您说的石公、木公，那其实就是自然崇拜，就是我们相信大自然任何东西都有灵魂。对。哦，所以这个算是消灾解厄，也是祈求平安。对，它会保佑我们家这样。那要不要来我们家泡茶坐坐呢？好啊，好。一向清楚我们客家人对于天地万物都还有崇敬与感谢之心，却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祭拜一个石敢当。来，请你喝茶。谢谢。哦，好好喝哦，这个喝起来是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然后茶香还有一点果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酸甘茶，用酸甘做的。那酸甘的俗名是虎头柑。像我刚刚在拜井神跟石敢当，还有祖先的时候，会放在神桌上面的那个压桌祭品。哦，我有看到一颗很大的水果。对，那个就是酸甘。所以水果是可以用来做茶。可以的，我们家也有在做你要看看吗？好啊，你带我去看看好了。好。哇，水果可以做茶哦，这么特别。刚刚喝的茶就是用这个虎头柑做的。对。哇，它其实看起来好大一颗哦，比一般吃的那个橘子还要再大颗。可是其实这个算小的。这个还算小颗吗？对，因为以前小时候我有看过这么大颗的，差不多跟白柚一样大。等于是这个的2倍大了。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俗名叫虎头柑，就是它因为它很大，然后放的时间越久之后，它皮越来越皱，很像一个老虎的头。哦，原来是它的外形还有它的形状，所以把它叫虎头柑。像一般家里都会种1颗2颗，在客家庄来讲，北部的客家庄会种1颗2颗，就是因为像刚刚有看到我拜拜的时候，都会拿这个来压桌嘛。因为古时候过年没有这么多装饰品，所以为了要增添喜气，就会拿这种金黄色，然后又很大，但还有可以耐久放。对啊，因为它又大，所以就其实真的是大吉大利，然后讨这个喜气。对，所以它又可以耐久放，它从过年前放到元宵才会拿下来。哦，所以它这个就是其实它是象征吉利，然后它不能吃，所以后来客家人才想说把这个拿来做成茶这样。对，因为客家人是不会丢东西的，所以就是不浪费的食物，会把食物再次利用这样。哇，好啊，那你赶快教我怎么做这个茶。
因为以前客家人是有契作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家里有种茶或是做制茶的那个工作，所以呢，他就会把卖不出去的茶梗拿来重复利用。哦，所以过去是用茶梗，现在是用茶叶。对，因为茶梗卖不掉嘛，那刚好这个也是剩下来的东西。哇，那真的是客家先民，真的是不浪费。对，就是废物利用。对，就是珍惜这个食物。对，所以这个东西又叫剩余茶。对，剩下来的茶这样子。哇，代表先民的那个智慧是真的非常厉害的。现在是要把它切开来吗？对，我们用这个挖，那因为它会喷出汁来，所以我们先用一个容器装，然后就是要这样用力的转圈，用力的转圈，对，然后转到底，好，挖干净，然后挖干净之后盖子要留着，好，好，放那旁边，然后我就会先挑籽，把籽子挑出来，因为那个籽它会有苦味，对。所以在制作上，如果没有把它挑掉，最后就会变很苦。对，它会影响口感，也会影响那个茶的味道。好，做这个酸甘茶是不是有很多的步骤？现在在制作的这个过程比较多步骤。那平常的话，就是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拿出去晒，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就收进来烤。等一下我会带你去看烤酸甘的那个过程。这个还要晒，还要烤。对，烤，因为晚上也会有可能会发霉嘛。因为我们在制作这个初期，它就是最容易发霉的时候。那一旦里面有一点点发霉的情况，那整个就毁了。对，所以我们确保它不要发霉，所以我们就会晚上还会接着烤干。哇，这个是跟爸爸学的吗？还是跟？对，爸爸是跟阿公学的，阿公是跟他的爸爸学的，然后到我们家现在已经是第4代了。你是第4代了？对对对，就是制作这个东西。一般做酸甘茶的茶叶是要用哪一种茶叶？其实一般的话都是古时候的话，因为客家人他们有契作茶叶，就是集体做一个茶，然后他要多少，你1年就是做多少给他。然后到时候就会剩下很多茶梗、茶骨这种卖不出去，人家也不想喝，口感很涩又很苦的茶梗。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用这种茶梗跟酸甘一起来制作茶。酸甘茶的制作还真的不简单，先将虎头柑的地头开个洞，把果肉挖出来，然后再将茶叶、中药跟果肉充分混合后，再塞回被挖空的虎头柑中。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茶叶倒进去。好，然后现在先搅拌，对。它让茶叶跟果肉都融合，所以所有的茶叶都要湿润。对，这是茶系统的果茶，就是水果的果茶，它是茶叶的其中一个系统。这也是真的是蛮天然的水果茶。对，茶叶混合差不多之后，我们就要把中药也放进去。对。其实茶叶跟这个果肉的这样融合，香气好香哦。对，那个酸甘的香气非常的浓郁。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中药材料都放进去。那这些中药材，它其实疗效都是止咳化痰润肺的，所以就是平常在制作的时候，都是会类似找相关疗效的中药去制作。搅拌均匀之后，我们会发酵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可以进到那个把所有的材料都回填到这个果皮里面。哦，这个最后还要回到这果皮里面。对对对。哦，我不知道，我刚刚以为只是把它挖开来，然后比较好这个取里面的果肉。没有，我们要装进去之后还要绑。对。哦，最后还要绑。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先放着，让它发酵半个小时。好。下一步就是将填满茶叶的虎头柑用棉绳牢牢绑紧。但是在这之前，于晴先带我去看妈妈传授给她酸甘茶9蒸9晒的熟成过程。于晴，你刚刚说9蒸9晒，该不会是要蒸9次晒9次？其实是古时候都会讲9是代表数字里面的大，对，所以不一定要蒸9次。像我上一批是做7晒而已，对。那这就是代表说它要蒸很多次哦，它要很多次，所以9就代表是要非常多次。对。因为古代也没有那个烘干机具，所以其实现代的话，
全部都送进烘干机，它就不用晒。可是我们家强调要全日晒。台湾唯一的紧压茶就是酸甘茶。哦，所以这个茶也算是要越陈越香，跟普洱茶一样。对，然后让它的里面的东西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所以我们要一直晒，一直蒸，又一直烤，然后又一直压，让它里面分子跟分子之间很紧密。然后这就是这个紧压茶的特色。可是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要把里面的水分一直把它慢慢的挤压。可是那这样不是变成是说，万一我只要晒完蒸完之后，那这个绳子不是就会松掉？那是不是要一直重新一直绑？对，我们每蒸一次完就会重绑，然后绑都会绑得非常的紧，所以在晚上压扁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就会里面的那个分子会越来越小。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其实它原本的水果是它的3倍大，然后到今天已经制作1个月左右了。这是1个月的了。对。于晴讲得我很疑惑，到底是什么魔法可以让这个橘子缩小3倍？于晴，你说这个接下来是要绑吗？对，我们要用这个绳子把它绑紧，然后绑这个是很有诀窍的。首先，我们是要分成8等份。哦，8等份哦。对，我们要把它绑成8瓣花瓣形。8等份，所以是这样子。不是，我示范给你看。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绑的时候，首先这一端留差不多这样的长度，差不多一根手指头的长度。然后从现在开始都稍微手要有点用力，这样子绑过来之后，交叉90度，有点滑，所以手要拿紧。90度之后绕过来，哦，先一个10字。对，然后之后换这2瓣的中间。过来之后呢，再过来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绑过来之后就可以打结，打一个活结就可以了。哦，所以看起来刚刚说8角，所以绑起来是刚好有8片。对，然后之后稍微整理一下，屁股要呈现每一个等份都要均等。对，我来看一下，哇，很松哦，这个要这样太松了。对，这有点太松了。为什么一定要用绳子绑，不能直接拿去晒就好了？其实我们绑它只是为了要固定它，因为它的盖子跟里面的茶叶，我们想要让它里面的果胶可以凝聚里面的材料，所以我们先用绳子去固定。那一方面绑这个形状也是让以后它可以有呈现一瓣一瓣花瓣的形状。刚刚就说那个8片的那个外观。对，一方面也是力求好看。虽然嘴巴上好强，但是我真的对细细一条棉绳无可奈何，只好看于晴一个人表现。于晴说，接下来要把虎头柑拿去蒸熟。我们现在要蒸，是一颗一颗放，还是整篮放进去？一颗一颗放进去。这个要蒸多久？这个蒸20分钟。是要把外层把它蒸软？其实就是要让它煮熟。煮熟的话，它再开始烤或是晒的话，就不会发霉。哦，对，为了不发霉。对，那其实像9蒸9晒这个东西，中药材里面也很常用这个方法去做。像熟地，它9蒸9晒之后吃了就比较不会拉肚子，跟有一些副作用。对，好，那我们现在就等20分钟。对，好，包馅就这样搓一搓，搓圆圆，我们就把这个馅一瓢。刚刚我们炒好的这个对，刚刚我们炒的馅，把它收起来，这样子慢慢把它捏起来。多出来的一点点把它捏掉。捏掉吗？对，这样子。完了，为什么大姐我后面会破掉？我帮你救。好，被大姐看到了。我帮你救。被五花大绑的虎头柑被蒸熟后，就开始进入转化成止咳良方酸甘茶的过程。被蒸熟的虎头柑白天日晒，晚上还要烘干，一蒸一晒之间最少就要花掉半年的时间，才算是完成酸甘茶。酸甘茶9蒸9晒之后，最后就会放在瓮里面吗？
对，我们就是要瓮藏它，然后因为就是这个动作叫做盛放，然后让它越陈越香。对，原来这个也要越陈越香。对对对，那这个是3年前制作的成品。3年哦，好，我看一下，3年。你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哦，好香哦，而且它的颜色变非常的黑，就是完全黑的。所以很多人误会以为它是那个罗汉果，有一点像，有一点像。而且我终于了解为什么那时候你有要求我一定要绑那么紧，因为它就绑紧之后，它有那个花瓣的8片整齐的这个形状，是为了美观。对，为了好看。对。但是一方面也是它是固定的作用，这样。哇，放3年哦。对。那其实喝到这个茶是3年以后才能喝了。没错，如果我们今天做的话是3年以后喝的。那这个最久可以放多久？这要放多久就可以放多久哦，真的，它都不会坏，因为它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水分了。哦，对，所以保存很重要。保存的环境如果不潮湿的话，它只要没有发霉，它都可以喝。哦，所以放在这个瓮里面也是防止发霉。对对对，然后盛放的也有个好处，像熟茶、普洱茶那种东西，都是放越久风味越好，然后越甘润，然后茶的苦涩味也会越来越消失，这样。哦，原来茶也有越陈越香。正当我沉醉在酸甘茶的香气中，于晴说传承酸甘茶制作方法给于晴父亲的爷爷回来了。阿公，你们的茶好好喝哦！刚刚有去做这个茶。啊，好，阿公我来。哇，这茶真的好好喝哦。好，阿公小时候妈妈也会煮这个给你喝，在你生病的时候。感冒。咳嗽的时候，感冒的前兆就会先喝了。就是让它舒缓。对，就可以预防。然后再接喉咙不会痒痒。你如果有痒，它就会咳嗽。但是阿公，我很好奇是啊，像这个一颗这样子这么硬啊，是怎么样把它制来泡茶？泡茶，用打，用打的哦，用切不开啊，就把它打破。是用什么打？是用铁锤吗？铁锤真的假的？所以这个真的喝是要用铁锤把它打，然后对，要把它敲碎，然后再用煮的。然后才能喝到我们现在喝到的这个酸甘茶。对。哇，那阿公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个酸甘茶？我的爸爸做。他是上面传下来的啦。以前怎么办？头一个人会做，怎么办会做？我也不知道啊。做的后来还不错。就这样子，继续，每一年做一点，就这样子啊。哦，所以也是从上一代传承下来。对。哦，也是要把这个酸甘茶的味道把它流传下来，这样。对。就阿公是凭他的记忆，小时候的记忆，然后这样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再教我，这样一代传一代。哦，然后都是注重天然，然后遵循古法，然后希望把这个味道一直慢慢的流传下来，这样。对，因为我爸爸小时候他的印象是说白天晒，然后晚上就拿到烟囱底下挂，然后让它慢慢的熏烤，这样。哇，原来这杯茶有这么多的故事在里面。其实喝这个茶就现在还做起来哦，很辛苦做起来就对了啦。晚上做。白天要上工作嘛，回去晚上才做。晚上做没有做来卖来讲，做没有那么多，做那烟囱掉，好几年还是在那里掉。你要想吃想喝，是拿来打碎来泡来煮。所以其实过去的年代做这个酸甘茶跟现在其实是落差很大，因为过去困苦，所以做起来是非常辛苦的。对，然后都要用空闲时间才能做这个茶。对啊。最重要的是呢，很多客家小孩都会记住这个怀念的味道的原因，是因为呢，小时候啊，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妈妈都会煮这个酸甘茶给小朋友吃。那其实以前喝到这个酸甘茶的时候，也是妈妈温暖的味道。告别了于晴一家人，在老街的小店叫了一碗客家有名的板条，品尝之间却看到老板娘在柜台后面专心地搓揉着面团，该不会是要做客家大汤圆吧？大姐，我刚看到你在搓汤圆，这个汤圆跟我吃到的汤圆好像形状大了一点点。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客家大汤圆啊。哦，大汤圆，难怪我看这个形状啊，比我一般吃到那个汤圆还要再大一点点。对啊，这就是传统客家大汤圆啊。我是有看到，大姐有在包馅料，那这个馅料里面都是包什么？你想知道吗？等我这个包完，我再带你来去后面，我炒料给你看，好不好？好，好。那我顺便帮大姐一起做那个炒料理，好啊，顺便吃这个妈妈的味道。好啊。吴大姐是北埔当地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她说她最大的兴趣就是做出美味的客家料理给大家吃。我们现在把葱白放下去，好，先爆香。好，我来帮忙胎记爆香。好，然后这样把它这样散开来，对，散开来，不要给它烧焦。胎记，我刚刚有发现啊，这个客家大汤圆的馅料非常的多。对，那我们就要一样一样的把它爆香，好，它才会香。如果说你没有一样一样来的话，一下下去，它那个香味跑不出来。哦，味道也会不对。像现在我们这跟做油葱酥一样，我们先把这个爆香，用到有这样子一点黄色、金黄色哈。那胎记，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是要放？第二个我们放虾仁。哦，虾。像这已经开始了有点金黄色就可以了。金黄色了，啊，我们就开始把虾仁放下来。好。哇，好香哦！现在就有闻到味道了。虾仁的香味也出来了，我们就换过这个。这个是什么？香菇啊，香菇。香菇切细切丁的，哈。哇，闻这味道，我都好饿了。胎记是什么时候学做这一道料理的？我们从小的时候妈妈就在做，所以我们是农家子弟啦，所以就耳濡目染啊，有时候都会跟着做这样子，跟着妈妈一起做，对，所以也算是从小吃到大。对，哦，小时候妈妈煮这个吃客家大汤圆的时候，胎记那时候吃是不是很开心？对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东西好吃啊，那时候就是要割稻的时候，或者是插秧的时候才有这些东西好吃，不然就要过年。因为之前我们这一个年代的都比较穷，就对，比较辛苦。那时候是要可能是要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这客家大汤圆。对。吴大姐客气地说：“妈妈从小没有特别教她手艺，她都是因为在旁边帮忙，耳濡目染学会的。”妈妈在爆香的时候，我们要先搓板。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慢慢的才开始教我们来爆香这个香料这样子。那搓汤圆的时候也是帮忙妈妈吗？对，吹布俩还吹条丝。吹条丝哦，吹布跟吹条丝。最后面哈，现在已经都炒好了。我们把这个油葱酥拌一些进去，增加它的香气。哦，油葱酥真的是很重要的客家味哎，对，吃起来好好吃哦。吴大姐将葱白、虾米、香菇、蒜头、猪肉爆香炒熟后，再加入自家晒干的萝卜丝。吴大姐说，传统的客家大汤圆，因为以前大家普遍都穷，所以内馅大部分都是以晒干的萝卜丝为主，最多再放些炸完猪油的猪油渣。炒好馅料，当然就要开始包客家大汤圆喽。包馅就这样搓一搓，搓圆圆，然后这样子中间把它捏一个碗公的形状。哦，很像捏一个香菇的感觉，好，小碗。对，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馅一瓢。哦，刚刚我们炒好的这个馅。对，刚刚我们炒的馅，好漂亮，好香啊，好香哦。把它压一下给它啊，然后就开始把它收起来。好，这样。好，对，然后你手指把它压一下，它会平下去。然后你就比较好包。好，然后捏着。这样子慢慢把它捏起来，对，捏起来这一点点哈，不要它多出来的一点点，把它捏掉。哦，我捏掉吗？好，对，这样子。完了，为什么大姐我后面会破掉？哦，我帮你救。好，被大姐看到了。我帮你救。被大姐看到了，有点糗。
做客家大汤圆啊的诀窍就在于啊，就是我们把它弄成这个皮的时候啊，这个底部不能太薄，如果太薄的话，就刚刚我把它包圆之后啊，就会裂开来。然后第二个重要的地方是，当包起来之后啊，多余的那个皮啊也要把它拔掉，否则的话那边会太厚。所以主要就是皮的厚薄啊，会决定这个汤圆好吃的这个口感。以前的大汤圆没有包馅的，就是这样搓一搓，搓一搓，然后搓均匀了，然后你就把它压一下，给它压扁了，对吗？然后这手指压一下，给它像肚脐一样，哦，对，叫做六糖起，客家话六糖起。有啊，就是这就是甜的，放那个花生的，对，花生芝麻，对，然后用那个姜水跟糖水，对，煮起来好好吃哦。所以今天这个客家大汤圆是咸的，对，今天这是有包馅的，有包馅的。所以客家人真的很厉害，他一种汤圆，他可以做好几种。对啊，就是吃起来的口味也变化。对哈。包完汤圆，吴大姐立刻下厨，帮我煮了刚包好的汤圆。道玄帅哥，刚刚你做的汤圆，现在煮好，请你吃哦。大姐，谢谢你耶！哇，刚自己做完，现在等一下吃是好感动的感觉哦。好，吃吃看。好。自己完成的汤圆，小心烫哦。好好吃哦！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啊，有点像那个菜包，然后而且它的外皮啊比菜包更 Q 软，是不是因为用水煮过的，所以它比较 Q 软？对，用水煮也有关系，它会比较润滑。因为我觉得它皮是很有水分，然后咬起来很 Q。对，然后它的那个馅啊，就是吃起来很像那个菜包的那个馅。对，然后而且它最好吃的是有那个油葱酥，所以它那个味道好香哦。像我们农忙的时候啊，农忙不是有割稻，插秧，做完工就是收成以后做完工的话，那我们客家话叫走完工啊哈，做完工以后，就要请客啊，就会煮一些汤圆来请那些师傅啊。我记得以前啊，我印象中客家大汤圆啊，是有可能儿子考状元的时候，或是丰收的时候有这种特殊的含义。像胎记，像你们在这里，你们是有什么含义吗？这个客家大汤圆？因为客家大汤圆说含义的话，我们这边是我知道的是比较没有这个含义啦。但是最起码是说，我们客家人有汤圆的话，就有饱足感。刚刚就是有聊到，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嘛，对啊，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去帮别人家帮忙，然后或是别人来帮忙，然后就是也是丰收的时候请客，请他们吃这个汤圆。刚刚吃客家大汤圆啊，我的画面啊都是大姐刚刚讲的，就是小时候啊帮着妈妈一起做这道菜，然后大姐啊会踩着这个小板凳，然后帮着妈妈炒这一道菜。那虽然现在时代的演变啊，馅料有所改变，但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家人一起在做这道菜，紧密团圆的这个愿望的这个精神。我觉得在这道菜里面吃起来是蛮感动的。今天做米苔目哈，最成功失败的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前面再怎么漂亮的米浆都没有用，最主要到这边要成型这种片来给压形，大哥是往前推嘛？对。我看得出来，大哥是非常用力的往前推，对，用力推出去，对，然后拉回来，推出去，拉回来。哦，有哎，我有看到下面，哇，原来米苔目是这样做成的。肚子装满了妈妈味道的客家大汤圆，忽然想到阿婆曾经跟我说，她最怀念小时候的点心米苔目，因为当年农忙时，只要米苔目一来，就知道可以休息了。所以我来找找看当年最令阿婆怀念的味道。
大哥大姐你们好。哎，你好。终于找到了，大哥，你用这个手工米苔木啊，就坚持手工这样子，不是很辛苦？对啊，其实这对以前的生活是一种回味啊。以前40、5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是用这个来做，把米做来变化，然后做点心来招待来割稻插秧的工人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回味，也是以前人的一种智慧啊。所以我们把它延续下去。哦，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大哥的回忆。对对对。那像我在外面看到一包一包的那种，应该是用机器做的。对，那现在都机械化了。机器做的跟手工做的有不一样吗？机器做的它可以稳定性的持续性很长，然后材料原料上可以自己控制嘛。然后我们这手工做的就是古法下去做，用纯米下去做的，所以说它这没办法很长，只能一小段一小段，所以叫米苔木，就是一幕一幕的意思。哦，原来米苔木的意思就是这样一幕一幕。哦，那所以是不是手工其实做起来会至少比较是天然，比较健康？自己可以掌握到它的原料嘛，所以一定是我们自己知道可以吃的、安心的，就是当然是自己做的是最放心的了。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叫米苔木？其实米就是一个，我们是用再来米下去做嘛。苔就是其实像我们台湾话讲的苔啊苔。那客家话讲是奇蜜奇墨哦。那大哥可以麻烦你带我去了解米苔木的制作过程吗？可以呀，不过先等我这些做完哦，因为这干掉了就没办法做了。好啊好啊，那没关系，我在旁边顺便看大哥怎么做米苔木。好。哦，原来是慢慢的这样推。大姐小时候也有做米苔木？有，其实看奶奶做。哦，所以小时候只要农村的时候都是自己亲手做米苔木。对。好像是不是这也是农村的点心？对，是点心。还有，其实客家人他点心很多都是米制品。而且我好像有听说，就是开玩笑说女儿不会做没关系，但是媳妇一定要会做。没错。就是如果你要嫁进去啊，然后婆婆是还会看手艺啊，这样。对啊。翁大哥是目前少数还以手工制作米苔木的人。他说，手工制作成本高、产量少又不耐放，但是他就是喜欢这种传统制作方式，因为那是妈妈传给他的味道。大哥，你都是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这个米苔木的？我们小时候其实一般都是在农忙割稻插秧那个时候的甜点心啊，因为你最主要点心的就是说有饱足感，然后又要工作比较有力气去做啊，所以然后再甜的东西，那时候是以这个点心来讲，就是很好的点心了。哇，那真的如果看到这个点心啊，很开心，是又可以吃又可以休息了。对。所以农村看到这个点心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对，那时候都很期待点心的。赶快来了，赶快来了！对。我们现在停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柔软度跟韧性哈。哦，这个看看它的柔软度、韧性就已经出来了。哦，对，这是大哥讲的，就是现在比较容易拉，然后比较容易拉了之后又可以容易断，就可以比较容易成型。然后这个就是已经快要好的米团了。对。哇，好期待，等一下要做这个米苔木。应该面团应该是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哈。哦，这样就已经可以拿来做米苔木。对。哦，真的耶，它是比刚刚更软，然后更容易就是塑形，更容易断。其实米苔木就是它是比刚刚更粘稠一点点的。大哥，我来帮你。来。好。来，小心。好期待这个米苔木。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搓揉，原料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做米苔木了。来，今天做米苔木哈，最成功失败的关键就在这个时候了。前面再怎么漂亮的米浆都没有用，最主要到这边要成型，就是 OK。来，压形。大哥是往前推嘛？对。我看得出来，大哥是非常用力的往前推。对，因为它有它的韧性在啊，所以我们要把它推出去。好，来，那我来帮忙试试看看啊。好，来手洗好了，来可以用了。好，我用力的往前，要把它拉回来。对。哦，还要拉回来。对，靠手掌心的力量推出去。是我手掌推出去，然后拉回来。对。好，推出去，拉回来。哦，有我有看到下面。哦，原来米苔木是这样做成的。
把身体的力量把它压出去。哦，好，用力推出去，对然后拉回来。然后我这个勺子要一直拨动它，它掉下去了，它就会不会粘成一团。哦，要随时的搅拌。对对对，有，你做的很漂亮哦。哦，真的吗？对对对，谢谢大哥。这就是手工的啊，手工你看就是头尖尾尖。哎，大哥，我是有听说这个是不是也有叫做老鼠板？对，其实，在大陆或是香港、新加坡那边，到现在沿用还是用老鼠板的，因为你看它的形状有没有像老鼠的尾巴一样，所以叫老鼠板。像老鼠的尾巴叫老鼠板。然后现在比较没这么好听哈，现在像那很多人改成银针粉。就是有点像银针的，可是用粉的做的。哦，好啦，这有点像老鼠的尾巴，就是尾头尖尖的。对。哦，原来老鼠板，我以为当初会叫老鼠板啊，是因为米苔目太好吃了，所以老鼠都要跑来吃。原来是它的形状像那个老鼠的尾巴，所以叫老鼠板。对。因为外面看到好像都是圆头，就直直的。对，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头尖尾尖，这种就是手工做的。哇，我觉得手工米苔目最困难的地方是它最后的米团啊是非常粘在手上的，然后当我们要很用力的推再拉回来的时候啊，其实都会粘在一起，像我现在手掌这样。然后最难的部分就是我刚刚推了这么久啊，然后它的米苔目才出现一点点，所以就代表手工是非常辛苦的。对。不过以前来讲的话，这已经算是很快的方式了。哦，这个是很快的方式了。对。哦，要吃到好吃的米苔目呢，就要付出汗水跟心血。没错。哇，制作手工米苔目啊，是真的蛮辛苦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要亲自一推一拉，一推一拉。但是啊，那个推啊，是真的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把它挤压出下面的米苔目。所以可能刚刚这样推嘛，我这边其实已经开始有点痛了。所以是真的在做米苔目是要很用力的。对。好，继续。虽然我很努力的想要帮翁大哥，可是成果实在不怎么样。翁大哥看不下去，就接手过去。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在翁大哥的手劲下，米苔目就像下雨一样，纷纷落到滚水中。翁大嫂看见我的努力，准备了手工米苔目，说要奖励我。好期待哦！对啊，这个戳到手都痛了。哦，谢谢。一个米苔目有2种做法，就是有甜的，有咸的。哇，简单的米苔目就有分甜的跟咸的。对。哇，好，那我来吃看看。我来先吃咸的。哇，热腾腾的，刚好这个天气吃，哇，好暖和。大哥好香哦。对，你看那个肉燥的香，然后米苔目你再吃起来，你会觉得 Q 度跟外面的好机器做的真的是差。哦，不错吧？而且它的 Q 是直接 Q 完就直接化掉。对 ，Q 的 Q 可是入口即化。对，它是入口即化，因为一般的米苔目咬起来会一直咬，然后它这个是一进去就是化掉了，我觉得是最特别的口感，而且加上那个油葱酥啊，这个味道吃起来哇，好古早味哦。对。哦，原来大哥最怀念的味道就是这个古早味。对，没错，最怀念的就是这种味道。哇，好好吃！那好，我来试试看看甜的。这甜的，然后这样吃起来口感又不一样。哦，大哥，你那个糖好好吃哦，是那种天然的糖的那个甜哎，然后吃起来甜甜的，但是是非常浓郁的，而且有加一点点的姜汁。对，我们用姜片下去熬的，所以它这吃起来又养生。哦，那个姜汁吃起来啊，是微微的一点点的味道提味，然后主要是那个黑糖的那个味道嘛。对。哦，那个甜好好吃哦。原来这些都是大哥小时候的回忆，怀念的。好好吃哦，再多吃几口。这就是说以前的米可以做出很多种的变化，然后一个米苔目也在做很多种的变化，尽量去吸引大家去吃它。在过去不富裕的环境下是买不起点心，客家人运用自己在家的米呢，然后制作米苔目当成点心。那其实纯手工制作的米苔目是非常耗时耗力的。那大哥为什么坚持这么做？这个纯手工最大的动力呢？原因就是因为回味小时候，回味农村生活，回味
家人煮给大哥吃到儿时米苔目的味道。那大哥也将这个回味呢变成了美味，让我现在吃到了有这一碗甜的、咸的好滋味。哦，好期待哦！等了3、4个小时，你看好不好？哇，有没有香？好香哦，这个味道。真的啊，你看有香菇哈。有哇，好期待这个肉板哦。我们来去切切看。好啊，啊，好，期待期待。哇，终于可以吃了。不行不行，还要切还要煎，啊，这个不是直接蒸完就可以吃哦。因为要煎过比较香。哦，害我还以为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离开传承妈妈味道的翁大哥，走在客庄的巷子中，突然闻到一股香气，有点熟悉，却又说不出来。前面来了一位大姐，也许她知道味道从何而来。哇，好香哦！这什么味道啊？大姐，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我现在闻到这个香味啊，是什么？好香哦！哦，客家肉板啦。哦，客家肉板哦。对。大姐，你们现在在做客家肉板吗？对呀，那看冇呢。好啊，可以吗？好。哇，这味道好香哦！啊，到了到了，你刚才说的香味哈，就是在这边传出来的。原来吴大姐正在做肉板，在一些客家庄，肉板是年节时候招待客人的好点心。大姐，你们制作的肉板啊，是不是我们北部称它为咸年糕？对，我们这个中部就是说啊，哈，我们这是那个咸肉板。肉板啊的材料啊，怎么会想到要放这些食材？放这个油葱酥是我们客家人的哈，那个油葱酥特别香啊。哦，好，这个要放下去爆虾香。我妈妈以前就是这样顺序这样爆啊哈，所以我就想起来就。哦，就是做菜的时候想念妈妈做菜的时候。以前坐到旁边，好了没有？想吃的。好香哦，大姐，我帮忙你。好，你拿起来闻闻看。好，闻闻看有没有香哦？有胡椒粉的味道。有胡椒粉啊，油葱酥啊，还有香菇的味道，然后肉香。将压去水分的米浆跟炒香的配料充分混合后，放到滚水上去蒸，3个小时之后就完成了香喷喷的肉板。3、4个小时已经蒸好了。哇，好期待哦！等了3、4个小时。你看好吗？哇，大姐，我看一下，好漂亮哦。哇，而且它真的好香哦，这个味道。真的啊。好期待这个肉板哦。我们等一下来切切看。好。切来煎哈。好，非常期待。哇，这个肉板。快来帮我。好，我来帮忙大姐。好重啊！哇，终于可以吃了。不行不行，还要切还要煎。啊，这个不是直接蒸完就可以吃哦？因为要煎过比较香。哦，害我还以为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我好切。那这个是要怎么切？其实这样也可以吃的，可是煎过又比较香。我们把它切这样一块一块的去煎，这样切一块一块的去煎。切完肉板，准备下锅去煎。我现在要加油进去哦，才可以煎。好，加一点点油就好。以前是不是要吃的时候才煎？对，要吃的时候，像过年了哈，没有去跟前或者怎样，在家里啊空下来有客人来，我们就会煎来吃。以前是蒸很多，农业社会啊哈，就比较要吃的时候才来煎，两面黄就好。只要到那个外层，只要比较金黄色就可以了。对。原来这里的肉板跟其他的地方略有不同，又油煎过，再沾辣椒酱油食用。现在我就来尝看看。哇，陪大姐做肉板，现在我们终于完成了。大姐，我现在好期待这个肉板哦！刚刚一起跟大姐一起做这样子，这个过程我觉得好开心。学会了没有？有，学会了。回去做给妈妈吃。好，那我现在赶快来吃看看。好，我们吃吃看啊。哇，
要蘸酱，好，这有蘸一点点酱蒜味的，好不好吃？哦，它的味道好好吃哦，因为它的味道吃起来有一点点像是肉粽，但是它的那个口感啊，外面是因为它有点酥酥的，然后里面是软软的，就是吃起来是外酥内软，所以这个口感吃起来很特别。然后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酱嘛，那个大蒜味啊，大蒜味，把这个里面就是很像肉粽的那个味道啊，都提出来，我觉得好好吃哦。像这个肉板啊，现在比较少人在做，为什么今天大姐会做这个肉板？因为我想到以前我妈妈做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妈妈有做给我们吃。过年了那时候不是拜很多的那个猪肉吗？妈妈就想到说哈，弄一点咸的年糕给大家吃。过年不是很多那三牲那些嘛，猪肉一定是很多啊。就是这样。哇。肉板啊，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是过年才能吃到的点心。那这里呢，因为它的肉放的非常多，非常的扎实，所以叫做肉板。那其实甜板跟咸板啊，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甜的几乎都是用糯米，那咸的呢会加一些蓬莱米，让它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胀气。那其实啊，真的是做起来是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尤其是我今天跟着大姐一起制作下来啊，才发现肉板啊其实是非常的有它的难度在的。要炒香料，要炸油葱酥，对，对啊，而且刚才你有炸吗？有啊，还要蒸啊，然后再切啊，你有炸，你有切猪肉，再煎啊，切香菇。对啊，这所有的过程啊，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肉板，也是大姐小时候的味道。这个味道真的是会让人难以忘怀。妈妈的味道是当你吃过山珍海味各种美食后，依旧还是深刻的记住在心中的那个味道。今天品尝了很多过去客家妈妈做的美食与点心，从食物中呢能感受到很多画面、情感跟故事，都是父母对子女满满的温暖和关爱。那过去的客家庄用简单的食材调味就能做出这么有情感的客家味，今天让我看到了充满妈妈味道的客家庄。